优雅百成品，希望大家都帮我们记一下啊，帮我们有个动变，帮我们提醒一下优雅百成品。那我们呢，后面的时候我还是要讲一下啊，现在我们一般啊，当然每个地方有特色，有个地方的那个习俗。啊，是以优雅来讲，我们来讲啊，是迄个。是，如果来要参拜啦吼，要庙参拜的话，我们是龙平日好平村，吼，这边就是龙平，这边就是好平，吼，龙门入，虎口出，嘿，入龙门，以登龙门，虎口出，交斋夜，出虎口，吼，啊，当然了，厦门尽量不要走。哦，这样一般是咱的神尊呐，吼啊，或者说我们的官员在走上，啊，我们的话，我们尽量就是走两边，好、哦。那有那些医院，昨天我有稍微介绍，这个台城是民国57年在打掉的，咁样建的，哦，啊，民国18年开始起，民国60年会安装，所以庙宇的历史来讲哈，我们的建庙历史。留的点数没有那么盖住，哦，到现在49年，哦，明年才满10年，哦，但是也就要在你讲讲，我们的虽然建庙不久了，哦，但是来这边很多的那个庙那个艺术作品，哦，有一种的艺术作品，那我现在开始来跟各位。做一些介绍，然后我们就从龙门进。开始看在工作。到大家双手。啊，就这边讲的是，咱大天孙受阳工作，代天巡守游王，大天孙是游王，大家分称为游王工作，加那个公跟子，那有那些面，我们就从我们的庙门，那个三川门，我们的大门来介绍起。各位，我们三川门哈，那多门。门神彩绘是民国62年招为，刚刚有头有讲啊，民国60年，但是会安设啊，但是迄个时阵还未门神，到了民国62年才换，因为他在那边这，他有特别的一个对，哦，癸丑年，哦，是民国62年到尾。那这位画师呢，是我们府城的画师黄启寿老师。黄启寿老师哈，一般他们都说师承那个陈玉峰老师，哦，府城名画师陈玉峰，但是严格来讲，他不算师承陈玉峰。因为伊无拜陈玉峰做师傅，陈玉峰嘛无收伊做徒弟啊。他跟陈玉峰的关系是亦师亦友，因为伊是油漆彩绘，所以他整个工程都伊在办。在这个时候，他那个时候啊，彩绘的部分他就会去找陈玉峰老师帮他画，伊可以收为钢笔，画让陈玉峰画，再从旁边再学习。陈玉峰的画风，他自己有画作，阿姨没有那个自信，所以他会请陈玉峰画，所以他就有了陈玉峰老师的那个画风，他就承袭了陈玉峰老师，所以陈玉峰老师是亦师亦友，我不算真的是他的徒弟。那么目前端来哈，目前全台湾现在知道的了有落款的有4个数量，一个就是600天，那再一个比较近的就是咱
台人开机天后宫，大天后宫，哦，再来一个是宜兰，只能是中华，哦，那目前说的保留最好的纽亚的天庭，大天后宫呢已经重新粉刷了，已经重新修饰了，我们好像大概要4年前还是5年前啊，委托了我们台湾艺术大学，台南艺术大学，花下去重新那个了。啊，宜兰花中华哈，它已经褪色了很多，它还没有重新画，已经全部都搬都弄起来了。柳大天会，柳大天为什么能够保留这么好了哈？它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天庭哈是完全不关庙门。无在关庙门，所以暗时要赶快关庙门哈。晚上的时候还是要关。所谓的不关庙门是农历7月，我们也不关庙门。第二，较早来讲，咱进目前很多的啦，如果他有沿袭过去的庙，农历7月才关庙门，只开2边，为了尊重中元宫，所以他必须把大门关起来。那柳营是连农历7月不关庙门的。嘛无咧关大门，最多是开这样子，那不会。虽然较早无做拜点，赶快光线不会照到，所以它才能够保护的这么好。当然的，旁边有些花有修，因为这个加减也去空掉，但是主体的部分都没有去动到，都维持原来的。也较早是用那个塑胶的包我们现在已经用做这种起来啊。那各位可以仔细看没问题的，这6个东西，你会看呢，它连眼睫毛都画出来，各位可以仔细看看，它连眼睫毛都画出来，所以是很精致的作品。这就是黄启硕老师的作品。那再来我们往这边走哈。这边有2幅，这有3百减连的哈。但这3个是2个师傅的作品，这是2个师傅的作品。但是很多庙宇有发生这个状况但是一般是这边的一个师傅，那边一个师傅，把它变掉。但是有人在天虽然是2个不一样的师傅做的，但是严格来讲袂当算变的。前面这2个是我们的国宝大师王宝元老师的减年作品，后面这一个是他的2徒弟吕新贵老师的作品。这是吕新贵，就是演多的呀。这是王宝元老师的作品。你可以看，他在人物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异性。吕新贵老师呢做的很丰满，包括他的体态，做丰满的。那个王宝元老师，他的人物来讲比例比较修长。那么王宝元老师的减年作品最特殊的就包括他人物的表情整个动作做得很逼真，动作做得很逼真，包括脸部这种东西，赶快那种亮的，就泥塑，然后所谓的减年就是伊的衣服，他的纱口，它的纱口是一片一片的玻璃连上去的，他先剪一个形状出来，你像说要画这样子的白色这就是单独剪一片，那里面这个圆的再剪一片，这上面再剪一片，再一片一片贴完之后再画这个，再尾置来这些线条再用画的，这都是用金粉来画，所以可以保持到金来的，这是一片一片的玻璃，用玻璃来加，规个玻璃来加，再贴上去的，贴出那个衣服的那个皱褶那个感觉。那最困难的部分，减年最困难的部分这边有，就是它武将，那会有武将武将就是会有在胸部的时候，像有那个球球的它是一个细长的江体这
或者这是迄个蚧毛，这个蚧毛，凤，国语它好像是凤，我忘了什么，就是以蚧毛。那在下面骨架的下面这个地方哈，赶快在下面有一个白白的，一支安的白白的，有点像我们火柴棒，就前面有一个头哈，我们的火柴就是像这样子啊，前面这里会有一个圆圆的，一个火柴棒前面那个，它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两个东西，感官都是用玻璃钢，用玻璃剪出这个东西来。宝文老师说，一个人最高，他做到这样子，一缸会当加14厘米，超过14支一定要失败。因为那个集中力你就没办法了，这集中力你就没有办法，所以一缸会当加14厘米。那还是文化局有帮我们王宝元老师开了一个剪年艺术工作坊，大概好像6年还是7年了啦。这么多的学生去报名，每年都有，都寒暑假这样子报名。只有组织的学生啊加出来，7年的时间，组织的学生啊加出来。所以啊，原来那个还比这一只还要细，玻璃能够剪这么细。对，真的。这是宝元式的就是我们的装置艺术自然表的装置艺术，说真的。如果等一下我们各位我们可以稍微的多看一下，它每一幅都是一个故事的我们总共宝元师傅的只有3个作品，这边2个，那边有1个，那3个是李新贵老师的。我等一下再大概说一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你像现在就是那个这是方爱书搬了金銮殿，这位是唐太师，别做金堂殿，这一幅是金銮殿，18级的，这一幅我忘了，这18级的应该是那个应该是曹操的那个什么，每一幅都有它的故事在宝元师的作品来讲他就是以这样子几个人物来像美术馆报的一样赶快，用了几个人就可以把故事描绘出来了。那现在说在很多的师傅他没有真的去研究那个故事的内容，就会装置出不一样。包括李新贵老师，他早期的时候在做我们这边的话，很多东西也没有去抓到那个精髓。我们在外面刚刚忘了跟你们介绍，那是凤仪帖包括字什么，他都写错了。当然他现在他后来也有文化局也就要传承那个王宝元老师的那个有找他去教学，所以现在当然他已经很重视这个东西了。李新贵老师的作品，各位可以看一下，一直加不出来在当时蚧毛，贡土蚧毛就加不出来像火柴棒的或者贡土，那个尖尖球球或者蚧毛，他就一直加不出来。用什么？他就用一些装饰的那种珠珠，那时候已经很流行这种泥他就用这一种一两也加不出来。你看他人物就整个都很丰满，在细的部分但是这个时候呢，吕新贵老师他的泥塑已经很强了。我们里面的加来那种细枝龙条，我靠2支，这2支龙条都是吕新贵老师做的，这是泥塑的龙柱，不是石柱。如果各位有注意看的话，石用石拍加那个泥塑的，
绝对有很大的差异。现在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等一下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泥塑跟石雕的一个差异性。一般来讲，这个石雕的无通个大滴，我都雕个大滴，我都强个大滴。接下来这边。这个在利用挑了。就是这个来地好的这个广胶纸条。在利用挑。我们早期在庙内的装饰艺术来讲分了2种，一种就是剪黏，一种就是胶纸条。剪黏就是合金龙，那个胶纸条就是叶网。吕新贵老师，那时候就是开发了这一种，这个蓝，它等于是仿胶纸条，自己用笔墨它可以大量生产。我们知道胶纸条是每一尊都要计量，在每一尊去上色，所以说这个当然就会比较便宜，但是。这大把到今天来讲要有这大把的作品真的很少，尤其在那个年代，几乎看不到这么大的装置艺术。所以说这是有在天院很珍贵的地方。不然嘉良，各位我们再转过来都做那个装置艺术，那是咱们做。在庙里面真的，尤其在那个年代，做这么多装置艺术的真的很少。虽然我们的庙是那个 RC 结构，在装置艺术上面，他当时的主事者人家都有心来。那再来就是我昨天有稍微提到的，那后台就是在优活动后边，这个700块，700就是太好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陈玉峰老师的侄子，也尾型太好老师的作品。那这是经过那个我们王宝仁老师因为他没有落款，我们真的没去比对，因为当时刚才这是一个巧合啦，因为我们原本是以为是黄启寿老师画的，因为我刚刚有说了，黄启寿老师他有陈玉峰老师的画风，那蔡草如老师也有陈玉峰老师的画风，他原本以对也阿姑陈玉峰来为，画到后来说他等于说。他的画工已经可以跟盖亚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他一抓招去日本，他就又跑到日本去读美术学校。那从日本回来就拿到我们当时的那个台湾省的那个画展的第1名，连续2年，第3年就聘请他做那个评审了，我第3，就让他做聘请他做评审了。所以蔡导老师的作品，然后他真的不亚于，然后他的画风不亚于他可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那还有很多的瓷砖画都是蔡导老师的作品。这个旁边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方便让各位去参观，如果改天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另外来做那个安排。那再来，我们多要倒起来我们各位，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在我这边这边有3尊紫神尊吊沙尊这有3尊紫神尊，这3尊紫神尊应该是那个要升天旗的时阵才会请出去的这3尊会在我们等一下我们出去会介绍的天旗
哦，会装置在那个地方，哎，就是这3尊，好，啊，等一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再做介绍啊，因为我的神尊在这边，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等一下会说到它的用途，这3尊的用途是做什么用的？这个不是，那后来也修过了，啊，我们可能要稍微换一点。我时间可能。再啊，这个一样是我们那个王宝仁老师的作品，王宝仁老师的泥塑大作，哎，目前的话在台湾可能很少比这个更大的作品了。我们被大那个大雄龟，是王宝仁老师做的。要再找到这么大的一个作品，现在已经好像很少。老师去年开光点演的新的行尊也在做，就是定的那个。定的。原本一样有，它只是因为蛀虫，所以才重新那个。好了，我们现在先往外。感恩。菜草老师是啥哈？为什么好？为什么菜草老师？上河边啊，上河边。上河边咧讲这马啊，这木雕了嘛。那是这两道那个立体啊。哦，遐听袂焦，对无法度。还个问伊啦，问郑老师啊，直接请问郑老师啦。哎呦，他有接啦。谢谢啦。差中我了。哦哟，哈哈。不要踢倒了。不一样，它不会有这个凿的痕迹。就算你如果仔细去看哦，石头的痕迹跟泥塑的哈绝对不一样。这里石雕，这是石雕，这是泥塑，这是用那个阿弥陀对接的，对，这是对石头对凿出来的，不一样。这个套类，谢谢。好，那我们再往外面。刚刚有提到3尊神，现在三尊神我们这边要做低等的，要做为正的，这个多点来。跟其他的这可以说现在目前这不一样。我们原则上在采这档机呀，到时就采这档机。这边各位有看到天灯，这个就是天干，这个是地干，也就是所谓的阳干、阴干。那这边就是升天旗，天气爱加日照的时候升，进行挂天顶呢。天气是爱加日照的时再升。那刚刚的那3尊呢，就会放在那个地方。到时要先开始，我们现在看到别的地方所做的，也更准家，是平安棍。在柳园大天院一样有平安棍，柳园大天院的平安棍不设在柳园大天院里面，柳园大天院的平安棍设在外五营，那迎头寮就会平安棍会布在那个地方，到要普渡进行。道长会去把平安棍收回来，就是可以让这些孤野鬼进来接受普渡，不然的话，你要入小进前就会去破平安棍这个地方我们不破平安棍，这里就是刚刚那3尊，称为接待官、接待官。
因为天神就是看天气，星天旗接天神，所以当天神到的时候，由3位接待官做接待，这是全台湾非常特殊的。啊，这个包括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那个简人大，我们的那个女子服大师哈，因为我都让各位上去，因为这个高咱来干叫，那3位干叫，啊，这是严格上连我们都很难进去的啦，那个场地我们真的很难进去。好，我们的王明贤道长他说，以30几年前来讲，许多的高档现在一定要走。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啊对，只有我们有。他一这国家这啊哈，这么多的地方做都没有，就只有有人在经营。啊，这是从很久就传承下来。那在这边的其他的地干哈，地干我们就会挂7盏灯。在旁边，哦，里面有迄个风调雨顺啦，啊，迄个最主要的是迄个普照阴光，普照阴光，哦，啊就求平庸，啊，迄个会总共会挂7盏灯。那么原则上高度就是大概这个高度而已，不会再往上升，因为据说每星期笑，就多打3里啦，范围你要破围的就要多3里出来，8里出来，等于3公里的范围出来。而且如果是远近，你看要多少？所以曾经发生过飞机子在经管对吧？那一刻就真的就差点出了事情，就以那个我王官来齐天大圣哦，百姓的公太兴啊，他就上来72变，就一直幻化东西给这些孤人，因为你已经买邀请来，你没有邀请他进来，他们有权利可以驱赶他哦。但是已经邀请了，你不能跟他驱赶的，所以他必须要画。那隔天，因为我都讲。到晚上嘛，隔天，整年所有的树啊遐，全部拢连起，全部掉落。全整年以前这个都是木马坊，都种木马坊。所以连木马坊都能全部掉落。对，现在都严格，一定特别交代，就是把简单安的。如果有工作起来，他特别交代，我们要监管，被监管我就变成我们的负担了。只破格这样，柳营无重破，重照无重破，全台湾所有驻柳营重照无重破，所以柳营重照无重破咧，柳营要接王，地公台上在在，全台湾没有人像柳营呢，坡道我们很简单，别人个做起也没像柳营坡道遐简单呢，坡道一定拢做侪物件，柳营很简单。但是要接王，我们很隆重，我的地是接王用的，我的地公是要接王用的，原来地公是要坡道用的，不一样，这是2个很不一样的。这个比较特殊的东西。代表学生行，每一个店家代表学生行，刚好是排出一个丁字形啊，我们南京的丁是啊，加一丙丁的丁是，还有一个丁字形，那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希望在征讨，能够跟柳营一样，人丁旺盛，让人丁旺盛。那还有很特殊的，伊按排列顺序。第一支就是古仔港，第2支就是南投港，第3支南投港的以前有南投港分河南港，南投港一波挖大这样子排下去，这个顺序呢，这顺序就是
油王工作王顺20庄的路线，是按照出巡的路线来摆。也就是说出巡，它相对的代表出巡的时阵，它是在走一个丁字，无形的丁字。希望他走过的村庄都有让人丁旺盛。像一个象征，当然不可能加一个丁字来啊，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顺着这个顺序去走一个无形的丁字出来，让这些村庄全部都能让人丁旺盛。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的配置。在丁哥我们的话我们的丁哥一般我们信徒来的话，那种丁哥，但是我们这一次说实在的啦，我的那个饲料科真的会有点危险。所谓的端，我是嘛无危，就是这样子绕，就绕完我还讲下去了，就这样子绕过去之后再到这边，再走一个，可以啊，你们可以绕，可以这样子绕。所以游泳有休因为我们这次我的休可能要再调一下，我们要休处理就是这样子走，我们今年的话，我的是在变成正家，就先过七星平安桥，就在底下再来走人丁旺盛，这是我们这个点走回来这里，来从这边，对，海洋道。我那lâm頭港的哩，真好，看不到。lâm頭港正天宮落下地就。再繞過來。那保成宮。第二卡啦，定成宮。邊處漂亮宮。呀，大天后較大位不安上。古坡漂亮宮。冰樹漂亮宮。新結莊林武宮是。叫南太歲宮，叫南太歲宮。因為很多人仁和大天宮。村老會要住，所以他變。八老爺中興宮，八老爺中興宮。官爺發主宮，官爺發主宮，太空坤霄太主宮，坤霄太主宮。对，现在彩琴哥就变得比较少。另外彩琴哥、国家和彩琴哥很多地方的一个解释的，刚刚只在坡走的哟。就是按平的就不能升得太高，怎么样子？但是按照我们的一个研究老北那个，我们国家好所采的丁哥一样是赶快挂去爬丁，赶快挂这个鸡啊，赶快是挂大天春秀，赶快挂奇安紫虎，所以国家好采的丁哥是象征。因为以前国家只要你有几个男丁来挂龟爬等会，现在有些都比较简略的用耙代替而已，而且现在我们也没有分男丁跟那个以前的丁靠就我们在算人口是用丁口计算，丁是男，口是女，所以较早收丁钱查甫的收200块，查某的收1口尔，收100。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分了，因为男女平等，所以赶快，女孩子们赶快交200块，男孩子交200，女孩子还赶快交200。所以是代表了人丁兴旺，更重要的是代表这个地方是游王工作王境内底面，以王朝的范围来点的，所以说当这个丁哥拆的这个丁哥升起来，这个范围。游王工作的景，伊的范围内底面，是代表着我是游王工作的信徒，我是游王工作的居民，这是伊的景，包含了更外围的区域，
最顶个海的这带这个区域地方我们都会用。所以以前会家家户户都采，现在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华东就变成要这样子的去做改变。对，那种毛啊，有啊，遐就是净土哈，遐是有方便人采，但是净土村无方便嘿哈，啦叫阮甲采，哦，集中采伫遐。哦，是啊，感恩啊，安尼有较了解，好好，谢谢啊，好，哎，感谢。那我们现在有那种上边啊。我们产的地方，我们产的地方就是那个空地，农历10月17号，农历10月17号凌晨，2场火化无常，在这边外面的这个空地。大的，公仔那边过去就不算了，要剩背了。只是因为那边有2大秀节呀，所以我们的这个才会拉进去，不然我们正常我们要拉进去啊，我们只拉到我们原省到过去一点点而已，就留下骨拓再过去一点点而已。现在因为那边现在就因为它都要9点了，本来我们是要拉到对9点来讲，拉到还有很多礼仪了哈，礼仪了。哎。交给我们的那个杨龙姐了。拜。然后我一样从龙宫开始介绍，我们这边安场官的时候会安2个神位，一个就是场官，然后这边就是王宫。那根据我们在做柳营的旧时的时候，因为王道长的说法是说，因为王宫它是这间庙的庙主，然后同时也是这个柳营的定主、敬主，所以当他要申请说他要做龙酒或者是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天改派代型对吧？是讲贵楼在贵后的亲戚，他身为地主又身为庙主，所以他必须在这边做接待或者是迎接，所以他才在这边设一个神位这样。那同时也刚好算负责来看看这个王船建造的这个过程跟时序这样。那我们现在讲王船，然后这艘王船主要是。参考民国43年的那个杂志的船的形式，下去做设计，做栏目吧，在做设计。那因为前面这边没有照片，所以前面这边我还是要交流台湾这边才有民国43年的王船做来，然后各位可以看到说。这个整个形式都跟那个图片上、跟照片上一样的。那这艘船的特色就是它有别于我们造船之路之前造的船，就是它这4组都会放8天，对。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它改为跟整个
这一艘船一共有12门大炮，就是这边4门，另外一边4门，再加上船上2门。对，这样一共是那个12门大炮这样。那来上面这些都是，这前面应该是礼官、礼生这样子，他们就拿指示牌啊，拿这些礼器，那中间这些就是士兵，有拿枪，有拿刀，有拿火枪。对。那其实最早柳营的王船都没有前面这些礼官，主要都是这中间这些学子。最早始于的王船的时候，这边都还是水手。对，然后这3根就是王船的中尾，那个升风板的，然后风板现在在后面，对，风板在后面。那到时候王船在礼拜1开光完之后出去会拖到对面，这3只船在走上。然后这次的形制跟就是比较以往，没有显示的照片去做后面的拍摄，所以它这就是 A4跟拿我的，然后跟这一只龙都跟那个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照片一样的。那我们这次有特别请那个师傅帮我们补后面这3个压班，对。然后这个压班我们之前因为原本没有这个东西，应该说失去，后来没有读这个东西，那你就拿照片去问那个我们的胡子的师傅，因为他说我会这个语言，对，然后才跟那个我们现在的道长讨论说，叫我追溯啊，这些可以这里又这次又回复了这一项胡子的地方。就是船升空板的那个桅杆组，然后这边就是装潢这个船厂监造督导的人力，对，然后刚王船这开始的那一天，这个装回来之后就会安坐在这边，然后去负责监造说，因为那个造船师傅监船上。他坐船的过程上，然后